歡迎各位參加由香港仔浸信會舉辦嘅雙語學前親子遊戲班。究竟乜嘢係學前親子遊戲班呢？學前親子遊戲班其實係而家學前教育嘅主流方向。由於0歲至3歲係小朋友腦部發展嘅黃金機會，越嚟越多家長呢俾小朋友嚟參加㗎喇，希望呢可以有助開發各種嘅潛能。只要你嘅小朋友係1至3歲，就可以同佢報名參加㗎喇。我哋會利用小組形式進行遊戲活動，讓小朋友喺愉快嘅學習氣氛底下，促進同埋刺激0到3歲幼兒腦部發展，從而發展多元潛能，訓練自理能力，培養藝術、體適能同埋社交情緒發展等等。學前親子遊戲班除咗幼兒能夠提升喺感官、體能、動作技巧、社交情緒、智能等發展之外，家長更加可以學習到正確嘅管教技巧同埋觀念，明白每個遊戲或者活動背後嘅意義，同幼兒成長嘅關係，同埋佢嘅重要性。每位家長心入邊嘅願望都係寶寶能夠健康快樂咁成長，由活動入邊幫助到家長了解自己小朋友嘅特質同埋潛能，可以同小朋友一齊經歷每個發展嘅里程，同時培養同埋建立親密嘅親子關係。喺藝術發展方面，我哋着重唱遊、繪畫、塗鴉等等嘅課程，能夠有效咁發展藝術細胞，不但可以刺激寶寶嘅視覺同埋聽覺發展，更加可以刺激右腦嘅思維，啟發寶寶嘅想像力、創造力同埋培養美感。喺語言發展方面，我哋主要係由英文老師去任教課程嘅，廣東話為輔，當中我哋會透過講故事、唱兒歌、玩遊戲等等嘅互動方式，提供全方位嘅學習環境，鼓勵小朋友多聽多講，並對外語產生學習嘅興趣。喺體能發展方面，體能活動一般都會比較着重訓練寶寶嘅四肢協調同埋大小肌肉發展，以遊戲嘅方式鼓勵寶寶多啲跑、多啲跳、多啲攀爬。透過我哋嘅課程，我哋會訓練小朋友各方面嘅能力，當中感官能力方面，我哋會鼓勵寶寶運用身體各個部位嚟進行不同類型嘅活動，例如係以四肢畫畫、玩泥沙，增加刺激寶寶嘅嗅覺、觸覺等等嘅感官能力。喺溝通能力方面，我哋會有互動遊戲，寶寶可以透過同其他小朋友嘅接觸同埋交流，提高社交技巧，有助發展溝通能力。我哋嘅活動同埋課程內容真係好豐富、好全面啊！有興趣嘅家長，快啲同你嘅小朋友嚟報名啦！